又要变冷了，一下子很热，一下子又要变很冷了。礼拜三以后又要变冷了。春天呢，后母年呢，春寒料峭，有时候暖和，有时候很冷，还有寒流后冷气团。元宵节过后，都已经到快要到农历2月了呢。现在已经1月底1月29了。今天礼拜2，礼拜4就2月初1了呢。还会很冷啊，叫做阴阳相争啊。春天的阴阳相争，阳就是热，阴就是冷热跟冷啊这样相争，交接的时期，冷要变热，你看有时候又要回头又冷，所以要小心啊。这个季节就是危险的季节，要小心啊。